第一个开心，几点来的？3点。3点就来了。为什么这么幸运要拿到这个冠军帽？来感受一下顺德宫的神威，所以昨天几点来的？3点。之前有拿过顺德宫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你从哪边来？台中。那你几点过来排队的？3点。这是第2次来，但是第1次没有拿到，所以很开心今天拿到，谢谢。怎么想说这么早来排队啊？对，怎么想说这么早来排队？就想说看就随缘呐，就没想到就投降，真的蛮开心的。那种，他几点过来排队5点半来的。啊，为什么要那么早来？就是要拿帽子。怕塞车。对。那今天排到算前面可以拿到帽子，会不会觉得很开心？非常开心。怎么想说想要拿这个冠军帽啊？因为要那个求平安啊。对，然后那个工作跟事业都顺遂。9月份来哈，我们顺德宫那时候是开放人家登记的，登记的人很踊跃，一直登记了4万多顶。但是我的个人的感觉是认为说，有的是台北、台南、高雄下来，很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来一次只有登记，还要第2次再来，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我们顺德宫的神尊呐，所以我是认为说，趁这个国定假日4天的假日，我捐每天1顶这样子。来供应我们的信者，希望说我们彰化县的府委顺德宫能发扬光大，神尊保佑大家。几年前的时候，我是在这边开一家小班长的家嘛，因为我是很信玄天上帝我家的家神也是奉祀玄天上帝，就是我们顺德宫的玄天上帝引临到我小班长的家，所以我今天很感恩，也很感谢，也很高兴，所以很感谢各位你安尼，即马安尼，大家在委员在工作期完期间大家拢足疲劳的咯，很忝的。因为大家绑一只，先生的练习关迄4000顶，然后咱这4天的练假1天1000顶，只要你来排队，阮就互你安尼。但是阮就是1000顶到，阮就截止，无法度咱搁继续咱咧较歹势